，iPad 賣出100萬部，3G 版質素差。iPad 3G 版上星期5喺美國發售，好多 fans 一早排定隊買機，但新機到手之後，用家就喺網上猛咁彈。蘋果一直標榜 iPad 有個9.7吋 mon， 用嚟睇片打機，視覺效果好正。但 3G 版下載嘅影片質素竟然衰過 WiFi 版，而且好多片又唔可以用 3G 傳送。另外，當網絡繁忙嗰陣，3G 版仲經常上唔到網添。3G 版比 WiFi 版貴咗差唔多成1000蚊港紙價，點算物有所值呢？但彈還彈喎，完全影響唔到 iPad WiFi 版嘅銷路。上個月3號開賣之後，唔使1個月就賣咗100萬部啦，銷售速度快過第一代 iPhone 成2倍。最初業界估計 iPad 要3個月先賣到125萬部，今次真係令好多人跌晒眼鏡啦。